每一天牧师家己做会祈祷。今日是5月21日，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后半段安尼讲：我要坚固你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用我的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得到坚固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你是坚固无摇动的性命主宰，你是阮患难中逃险的避难所，甲安稳的所在。主啊，当天灾人祸伫阮四周围不断地发生的时，阮对明仔日会怎样充满了不安。迄种无确定的心情影响着阮，互阮真担忧。总是感谢主，你对阮应允讲，我的确坚固你，我的确帮助你，我的确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。主啊，阮确信你是阮的坚固作伴，也相信你的手无离开阮，要帮助阮、扶持阮到一世人。祈祷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互咱的心得到坚固，帮助咱，互咱的每一天伫伊面前有伊的正手扶持，通坚固徛在平安。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位。